小朋友同大朋友，你哋好，新年快樂。今日福音講到，有一次門徒上船嘅時候，竟然唔記得帶餅，只係得一個餅。耶穌提醒佢哋，你哋要小心，提防法利賽人同黑落德嘅酵母。門徒以為耶穌講緊冇餅嘅問題，就彼此討論。耶穌知道之後就話，你哋點解為冇餅而討論？你哋仲未明白嗎？仲未領悟嗎？耶穌提醒佢哋，我用5個餅分俾5000人，你哋收拾咗幾多籃碎屑？佢哋答12籃。我用7個餅分俾4000人，你哋收拾咗幾多籃？佢哋答7個籃。耶穌最後問佢哋，你哋仲未明白嗎？哇！新年第一日，耶穌同我哋講嘅唔係發財，而係記得天主一直照顧我哋啊！門徒只係見到冇餅，但耶穌想佢哋記得，之前5餅2魚都可以餵飽咁多人，天主嘅恩寵係永遠夠用喎。所謂酵母，即係影響人心嘅思想。法利賽人嘅酵母係懷疑、冷淡、只睇表面。耶穌提醒我哋唔好被負面嘅思想影響，要記得天主曾經做過嘅奇蹟。新年開始，有時我哋會擔心夠唔夠錢、夠唔夠能力、夠唔夠時間。但耶穌今日同我哋講，你仲未記得我以前點樣幫你嗎？哈哈，原來真正嘅新年祝福唔係幾多餅，係幾多信心呀。今年新開始，我有冇只睇見冇餅嘅問題？我有冇記得天主過去對我嘅祝福？我嘅心有冇被懷疑、比較、焦慮嘅酵母影響？新年第一日，我願唔願意用感恩嘅眼睛去睇生活？親愛嘅耶穌，多謝你提醒我哋唔好淨係睇見困難，求你幫助我記得你過去為我做嘅一切奇妙事情。新一年，求你俾我一顆充滿信心同感恩嘅心，讓我唔怕不足，因為你永遠足夠。阿們。